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4月24号。经文是诗篇23篇，创世纪48章第8节到19节，马可福音第6章30到34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上帝的心。什么是上帝的心？安尼讲上帝的旨意，还是讲上帝的心意，到底是啥？这非常困难去明白、去了解。咱就用耶稣基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来看。牧师认为，耶稣当然明白上帝的旨意，但是伊要立一个真水的典范，互咱世间人来看。所以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伊安尼讲：爸啊，若是通，请你将这个杯来刷走。若是一定爱我啉，愿你的旨意来成全。这是伫马太福音26章42节的记载。另外，伫路加福音22章42节安尼讲：爸啊，你若愿意将这个杯刷走，但是毋通成就我的旨意，是成就你的旨意。但是问题是安尼啦真侪人拢顺家己的旨意、家己的意思，这也是为甚物耶稣基督要立安尼的典范。伫昨拜五的早间中间，阮也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伫约翰一书5章伫14节、15节，这个所在咧讲到，咱若顺上帝的旨意所求的，就要成就。那安尼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今日的经文伫创世纪48章，咱看见雅各要对约瑟的囝两个囝来甲因祝福的时阵，发生一项事，就是约瑟来阻止雅各，过来甲纠正雅各的做法。为什么？因为真有可能约瑟认为伊老爸雅各已经老啦，所以伊就感觉讲伊这个搞不清楚伊的囝两个这个混血儿倒一个是大，倒一个是细。大概来论啦。应该是讲约瑟认为伊的老爸毋对，还是讲伊的能力不足啦，所以伊会出手来阻止甲纠正，用家己的想法来代替伊的老爸，还是咱讲上帝的想法。即种的情形其实是常常在发生的中间，因为咱总是认为我上清做我家己的状况啦若真正是安尼，人敢阁有需要上帝呢？约瑟就是袂记得讲，什么人是要祝福伊的囝的？这敢是伊的老爸雅各吗？毋是约瑟家己要来祝福伊家己的囝，若阵伊要家己祝福，当然伊要哪做拢会使嘛，敢毋是安尼？有的人真爱甲基督徒讲耶稣讲无论求什么话就要甲恁成就找就要甲你找着要互恁找着安尼敲门就要甲恁开门所以无论恁求什么话上帝一定甲恁应允啦。但是基本上安尼的讲法毋是真正确啦因为上帝是因为人民人，咱毋通袂记啦上帝是因为人民世间人，才将耶稣基督的救恩赏赐互这个世界。亲像伫马可福音第6章32到34节的经文咧讲着讲，所以因着坐船出发啦，点来到伫偏僻的所在啦，但是有真侪人看到因离开啦就马上认出因来啦，这群众就对逐所在、逐乡镇出来争要做证来赶路，要比耶稣甲门徒先到因要去的所在。
当耶稣一上岸，看见一大群的人来对伊，伊就动了怜悯的心，因为因好像亲像无有牧者的羊群，所以伊就开始教导因济的事。这是咱所看见的，圣经甲咱讲真清楚。耶稣看见即群人就动了怜悯的心，因为因亲像无有牧羊的羊群，无有牧羊的人的羊群，所以伊开始来牧养因。耶稣基督看即群人就有怜悯的心，因为上帝的怜悯，因为上帝的疼，所以将这个救恩赏赐予世间人。因为一群无有顾养的人的羊群，可能会迷路，可能会拄着困难，可能会失去性命，可能会乌白走，跋落山坎下骹。若毋是上帝怜悯的心，因为咱认为咱真看重迄种目睭看会到的情况，咱无愿意听迄个看袂到上帝的声甲伊的指示。但是耶稣伫客西马尼却互咱立一个无共款的典范。伫信仰上，咱讲即种的人吼，是有目睭看无的人啊，中文讲短视啦耶稣基督伫即个无共款的典范，伫客西马尼园互咱看，就是顺服迄个看袂到上帝的旨意甲带领。虽然看起来表面上耶稣的祈祷无受成就嘛，上帝犹原互伊行到即条爱受害的路，伊要啉迄个杯。但是上帝有搁较深、搁较大的计划。咱倒转来看诗篇23篇，羊群甲顾羊的人一骹步一骹步来行，就好像亲像今仔日伫马可福音所讲的，耶稣看见即群人，好像亲像无顾羊的人的羊群。但是咱来看讲羊啊，特别是绵羊啊，咧军队顾羊的人是安怎？一步一步来对，因也袂抗议，也袂出主意。伫诗篇23篇内壁甲咱讲的好的羊群就是一步一步忠心来对上帝，安尼来用安尼来明白上帝的心意。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4月24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3篇，创世纪第48章第8到19节，马可福音第6章第30到34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心。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上帝的心是什么？在昨天的查经里面，我们读到约翰一书第5章，我们看到了第14节以后，讲到了如果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旨意，那我们所求的、所祈求的都要被成全。什么样是明白上帝的旨意？其实是很困难的了在很困难的当中，耶稣基督也就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不明白上帝的旨意？其实牧师认为，耶稣基督他当然明白上帝的旨意，但是他要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立下一个典范。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呢，他这样子祷告，他说：父亲啊，若是这苦杯不可离开我，一定要我喝下，
愿你的旨意成全吧。这个马太福音第26章42节的经文，意思就是说，他不想喝这个杯啊。但是如果不可以离开我的话，那我就顺服你的旨意。路加福音第22章42节比较清楚，他这样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移走，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问题是有太多的人们都顺着自己的意思，有些人还会讲这个圣灵啊，然后有印证啊，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哈。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立下这个典范，要告诉我们要听上帝的旨意，要明白上帝的旨意？雅各要对约瑟的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约瑟出手了，阻止了他的父亲，纠正了雅各的做法，好像是他的父亲搞不清楚他的2个儿子，会这样阻止雅各。当然，第一个他就表示约瑟认为雅各弄错了。他可能认为雅各搞不清楚他2个混血儿的次序啊。总括来说，约瑟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不对的，是能力不足的，所以他才会出手来阻止。可是他就忘记了谁才是要祝福他的2个儿子的人，不是约瑟自己啊。可是他却阻挡在前面。有些人喜欢告诉基督徒说：“哎呦，你就求嘛，你就祷告嘛，上帝一定应许啊！因为耶稣说，无论求什么，就必给你们成就嘛。”他说：“找就必找着啊，敲门就给你们开门啊。”耶稣说的啊。他说：“无论你们祷告什么，上帝一定应许的。”真的是这样解释吗？真的是这样了解圣经的话吗？我们忘记了，应许回应人祷告，是因为上帝怜悯这个世界，因为上帝怜悯，上帝爱这个世界的人，所以将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了这个世界。就如同马可福音第6章第32节到第34节的经文也这样提到，耶稣坐船出发，悄悄的要到偏僻的地方去，可是众人就看到他们离开，马上认出他们来，然后群众就想办法从各城各乡出来，争先恐后的要赶路，希望能够比这个耶稣跟他的门徒早一点到达那个下一个地方。耶稣一登岸，就看到一大群人，就动了恻隐之心，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他就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我们注意看这个经文里面讲的是什么？耶稣原本是要悄悄的离开，结果被看到了，这群人就赶快跟他，这群人就赶快跟他。耶稣一上岸，看到这一大群人，他就动了恻隐之心，我们说是怜悯之心，然后就说他们真的很像没有牧者的羊群一样。耶稣看到这一大群人，他就动了恻隐之心，连续他们，没有人可以照养。没有牧者的羊群，表示他们可能会迷路，可能会乱冲，可能会遇到困难，可能会掉到这个深谷里面，可能会失去生命。若不是上帝的怜悯恻隐之心，我们又如何能够得到他的看守、看顾、保守呢？明白上帝的心是很难的，但是最难的是没有顺服的心。所以其实
如果愿意顺服的时候，在约翰一书第5章讲的，这个不会是困难的事，只要有心就好了。问题很多时候，许多的基督徒就像约瑟一样，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认为自己很懂，认为自己有上帝的启示，但是却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看重那一些眼睛看得到的实况，不愿意相信接受那看不见上帝的声音跟指令。在信仰上，我们说这是短视，或是圣经说这个是有眼睛看不到的。耶稣基督立下一个非常不同的典范，就顺服那个看不见的上帝的旨意跟带领。羊跟着牧羊人一步一脚印。我们注意看，那些绵羊呢不会抗议，那些绵羊呢也不会自己出主意。诗篇23篇的经文，大卫这样子告诉我们，一个好的羊群就是一步一步忠心的跟随他的牧羊人，用这样的方式来明白上帝的心意。